嗨，歡迎你嚟到七貓工作室嘅頻道。除咗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，仲要記得留 comment 啊！唔該晒你啊！黃帝內經素問第14，湯液醪禮論。黃帝問道：怎樣用五穀來製作湯液及醪禮呢？岐伯回答說：必須要用稻米作原料，以稻稈作燃料，因為稻米支氣完備，稻稈又很堅實。黃帝問道：為什麼這樣說？岐伯說：稻穀秉承天地的和氣，生長在高下適宜的地方，所以得氣最完備。收割在秋季，是在最適當的季節收割的，所以稻稈最堅實。黃帝說：上古時代有學問的醫生，製成湯液和醪禮，但雖然製好，卻只是用來供給祭祀和宴請賓客，而不用它煎藥。這是什麼道理？岐伯說：古代有學問的醫生，他做好的湯液和醪禮，是以備萬一的。因為上古太和之世，人們身心康泰，很少疾病，所以雖製成了湯液，還是放在那裏不用的。到了中古代，養生之道稍稍衰落，人們的身心比較虛弱，因此外界邪氣時常能夠乘虛傷人。但只要服些湯液醪禮，病就可以好了。黃帝說：現在的人雖然服了湯液醪禮，而病不一定好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岐伯說：現在的人和中古時代有不同了，一有疾病，必定要用藥物內服，砭石針隻外治，疾病才能痊癒。黃帝說：一個病情發展到了形體敗壞、氣血枯竭的地步，治療就沒有辦法見效，這裏有什麼道理？岐伯說：這是因為病人的神氣已經不能發揮它的應有作用的關係。黃帝說：什麼叫做神氣不能發揮它的應有作用？岐伯說：針石治病，這不過是一種引導血氣的方法而已。現在病人的神氣已經散越，志意已經散亂，縱然有好的方法，神氣不發揮應有作用，病還是不能好。況且病人的情況是已經達到精神敗壞、神氣消散、榮血衛氣不可以再恢復的地步。為什麼病情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呢？由於不懂得養生之道，放縱慾望沒有窮盡，克制，憂患愁苦又沒有止境，以至於一個人的精氣敗壞、榮血枯竭、衛氣作用消失，所以神氣失去應有的作用，對治療上的方法已沒有任何反應，當然他的病就不會好。黃帝說：凡病初起，病情固然是輕淺隱密，但大致情況是病邪只是潛留在皮膚內，現在經過醫生診治，都說是疾病已經形成，而且發展和預後很不好，用針石不能治癒，吃湯藥亦不能達到病灶了。現在醫生都能懂得治療的方法，精通針刺和用藥的技術，與病人像親戚兄弟一樣親近，聲音的變化每日都能聽到，五色的變化每日都能看到，然而病卻醫不好，這是不是沒有提前治療的緣故呢？岐伯說：這是因為疾病的性質和病人本身為本，醫生的治療方法和藥物為標，病人與醫生不能很好地配合，病邪就不能驅除。道理就在這裏。黃帝說：
有的病不是從外表皮膚發生的，而是發於五臟的陽氣衰竭，水氣充滿皮膚，陰氣旺盛至極。陰氣單獨留在體內，則陽氣在外部耗損嚴重，身體浮腫，不能穿上原來的衣服，四肢腫急而影響到內臟，這是陰氣隔拒於內，而水氣持張於外。對這種病該怎樣治療呢？奇伯說，要平復水氣，要根據病情衡量輕重，驅除體內的淤血和積水，並讓病人的四肢做些輕微運動，使陽氣逐漸宣行。穿衣服要注意保暖，以幫助恢復體內的陽氣，驅散凝聚的陰氣。然後用妙刺的方法，針刺水腫的地方，放出積水以恢復原來的形態。再用發汗和利小便的方法，打開汗孔，射出膀胱裏的水液，使陰精歸於平復。透過五臟陽湯液和醪禮氣的輸布，疏通五臟的水液鬱積，這樣精氣自然就會生成，形體也會強盛起來，骨骼與肌肉就能相輔相成，正氣自然就恢復正常了。皇帝說：講得好，湯液醪禮論完。如果你鍾意我嘅製作，除咗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，仲要記得留 comment 啊，唔該晒你啊，我哋下次見。